头所登来台湾，这个土坑早起有一场煮食的活动，总铺是土坑市长戴文灿，除了介绍客家料理，嘛介绍在地乌猪肉，嘛来推广着台湾猪的标章。 五花肉3层肉菜。汤圆市长郑文灿伫咧现场点伊的手路菜，马菜甲芳讲芳，伊阁教大家真侪小撇步。一项客家料理想要煮了会好食，内底选用的猪肉品质当然爱严格监督。台湾在地乌猪肉纤维幼，保水性悬，食起来可较 Q。油脂的分布特别这个丰富，尤其是我们黑猪在平均的拍卖价格都比一般的白猪大概贵10块到15块。汤圆是台湾北部饲猪重要的所在，敢若饲猪场到336座，上少14万只猪。虽讲美国猪特别进口，不过这猪农真有自信，相信因兜饲的乌毛猪可较有竞争力。明年开始推动这个国产猪的全面扩大消费，包括国中小只能用在地的国产的这个猪肉。 那包括所有的市场摊商都要做夜市，都要做这个猪肉产地的标示。上重要的产地标示，都要严格监督，希望能透过台湾猪证明标章的推广，让消费者分得清楚两种猪肉的差别。